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天空很蓝，世界好大，爱是否会悄悄消散？你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？坚持多久才能靠岸？保持沉默，试着洒脱，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。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，坚持着你说过，你希望你的哆啦 A 梦骑着白马从五彩的童话世界里来接你。这白马真弄不着了，就只能骑着旋转木马来了。这五彩的童话世界也真是做不到，就只能改成从五彩的光里来接你了。你混蛋！这些话干嘛不早说呀？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。我怎么混蛋了？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喜欢粉红色，你还说你喜欢哆啦 A 梦。你呢就是粉红色的 Hello Kitty， 我呢就是蓝色的哆啦 A 梦。我愿意为了你变成粉红色的哆啦 A 梦。今天穿着这身衣服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这个戒指它代表我的心，从今天开始这一切都放你那儿保管了。另外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呗。李天乐，你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，伤过多少次心吗？有时候我都觉得我特别的恨自己，我觉得我腿长得也不短呀，跑得也挺快，怎么跟你这儿，我走也走不动了，跑也跑不了了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打你这儿了呀？不是，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说了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，怎么着都行；不喜欢的都没有用。哎，那是无名指，咱这又不是求婚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我这不是一表白吗？那这儿什么意思啊？名花有主。下吧。
夏宝，你这2天怎么不理我呀？不是说好了，钱的事我来搞定吗？老板说了，定金不着急。夏宝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他吗？夏丹，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工作也丢了，我可能配不上你了。可能你压根儿就没想过让我配你。你是早就想好了是吗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备胎是吗？哎，小伙子，有话咱们好好说。就这儿，你给我闭嘴！她现在还是我的女人，别碰我！你跟我演了这么长时间的戏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女神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也太狠了，你们！我心都掏出来给你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对你的爱情，你就是个贱人！小伙子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你说的都对，我欺骗了你，我们分手吧。
这男的他有多少钱呀？2家西餐厅，1家酒吧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就是有点奇怪。你就没说问问他身边的人？问了，都躲着我。商量好了是吧？不是这事儿，你别想太多，也别想得太夸张了。可能那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。他当着我的面跟我说分手，然后拉着那男的手走了。我特想当自己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不生气，可是我真的难受，我就不明白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为什么？可能是为了让彼此的生活变得更好。可是我不好，我特别不好，我难受。你的话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最重的位置。也许这就是你想要的方式，忘掉所有的故事，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。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，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，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。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懂事，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，真心来得太迟，花心偷走日子，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。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自私，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，浪漫磨成理智，爱变得不真实，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无一失。怎么样，医生？没问题吧？检查结果检查结果怎么了？检查结果就是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医学术语叫做脑胶质瘤。脑胶质瘤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种颅内结瘤，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，就是通常所说的癌症。我不可能特害怕，我之前做过检查的，状况都是好的，没问题啊。恶性脑胶质瘤体积小，潜伏期短，一般也就是2、3月时间就会发作。你的瘤子体积小，但是位置很深，周有很多的重要结构。如果手术的话，会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那没别的办法了？这样吧，我帮你留意一下，
按照一般临床经验来看，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就是脑部神经受损。毕竟是脑部手术，里面很多神经是粘结在一起的。如果是后遗症，或是手术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失明之类的。那如果我不接受手术，或是不接受任何治疗的话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乐观估计，也就是半年左右吧。还想吃什么？我再买给你。这么多啊，够了。依然说过，女孩子啊不能多吃甜食的。少宇帅哥啊，你怎么想到下午来看我啦？我想依恋了。你想我了就可以随时来看我啊。是啊，我现在不就来了吗？好吃吗？还行吧。要求还挺多。依恋啊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说吧。你跟依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对依然来说呢，你是最重要的人。而在我的生命中呢，你跟依然就是最重要的人。我心里边特别想一直守护在你们身边，去好好照顾你们两个。你现在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啊。少宇帅哥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没事。那我问你啊，我如果不在你们身边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我还有天乐呢。我要你呢对我好，也要对依然呢更好。我要让你天天让我们开心，这样呢我就会天天想你的。可是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，以后不能经常在你们身边了。那以后就不能送我去上幼儿园，接我放学吗？你以后就不能和我一起玩拼图，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，让我骑在你的肩膀上骑高马吗？不能了。那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骗你的。先生你好，我们店里动画片就这么多了。谢谢啊，款台在哪儿？款台在那边。
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医学术语叫做脑胶质瘤，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。如果手术的话，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是失明之类的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没钱我也会很快乐。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叫做癌症。你也来一口。啊，来一口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在这儿呢。累了吧？来，快坐这儿。还行。抱给我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煮了银耳莲子羹，我盛给你啊。好。买了这么多动画片啊？正好刚刚路过音像店，知道依恋爱看动画片，我就多买了几张。是吗？这依恋要开心死了。是啊，来尝尝我为你精心熬制的银耳莲子羹。我自己来吧。我为你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甜啊！再来一口。好喝。我还在想呢，等过2天咱们俩串休一下，带着依恋去郊区玩一下吧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放松放松。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你买这蜡笔小新啊，太对了，依恋特别喜欢看这个，然后他还老跟我演嘛，说妈妈妈妈，我总觉得我肚子里面好像有100只大象，不啦不啦的跑过。他演的特别好。到时候我们3个一起看。麻烦你交给他，谢谢。小丹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真的和那个人说实话，我有点不太相信。事与愿违，但人总要继续生活下去。也许我做了错误的选择，留给时间来评判吧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觉着你会后悔的。难道你从来不后悔吗？可我们有什么办法？随他去吧。我不管小丹他为什么离开我，这段感情对我来说太刻骨铭心了。我只是不希望以后回忆起来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没给过他。这50万，
是我对他的承诺，也是对自己的承诺。我只是希望，在他的生活里，能有那么一点点幸福，是我给的。兄弟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没事，多大点事儿。真的不需要想念，下一个没有我的明天，在海平线的那一边，你最向往的世界。别怕飞得多遥远，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，没什么会觉得遗憾，眼泪笑了的瞬间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谁来填满我的梦？我愿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，送别到那远方天空。感谢可以遇见你，才了解怎样感动。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，因为你永留在我故事中。别怕飞得多遥远，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，没什么不用怕，放心大胆的往前走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都有我这个小太阳。的瞬间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谁来填满我的梦？我愿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，送别到卡里是你给我的5万块钱，上次你忘了带走，谢谢你，抱歉。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，因为你永留在我故事
变成你翅膀下的微风，送你到那远方天空。感谢可以遇见你，才了解怎样感动。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，因为你永留在我故事中，因为我依然爱你。这哭的也太凶了，咱过去看看吧。这要换作是你，我过去看你，你觉得心里舒服吗？你怎么没跟夏楠好好说说呢？你怎么不去跟夏楠好好说说呢？你去试试，那夏楠说得通了也得。这不都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变这样了？这本来啊，没有这姓苏的，爱宝呢挣这50万啊，觉得心里就幸福。现在夏丹这一走吧，他就变得一贫如洗了，他幸福感一下没了，你还帮他哭，你就让他哭出来吧，哭着他心里舒服。你听人唱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学学。对。让你学。月。洗衣服是吧？啊。给我，过来。不用，我就放在洗衣机里就行了。我去，你跟这2个吃货聊聊天，看看电视，吃点水果啊。太慢人家呀，烦死了！同样是男朋友啊，水都不让依然沾。再看看你，我怎么坐着也招着你了，躺着也能中枪啊？哎，不过这邵宇现在变化挺大的哈，360度大转变，怎么着这是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呀？哎呦，真的是熬出头了。邵宇这样我看了我都有点不习惯。你都不知道我在他家的时候啊，那甩手掌柜，酱油瓶倒了不会扶一下。现在，爱情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啊，在超市的时候也是一点累活啊、重活都不让我干，以前原来那些脾气性格都没有了。来，喝点牛奶。啊。还有这洗衣粉快用没了，在哪儿？柜子里啊。我帮你去拿吧。我去。喝牛奶。我也喝牛奶。我的呢？看呐，看见了，这么使劲。等一下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他现在这么好，是不是做什么错事儿了？先卖一下乖什么的。我发现你吧，就是一贱皮子啊！人家不搭理你的时候吧，你说人没良心；人要搭理你了，对你好了，你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那你还让我们怎么做呀？是吧？我觉得邵宇现在不会了，我相信他。哎，您吃一口。哎，小伙，哎，2杯咖啡。我就觉着吧，我这后半辈子就得毁在这种没有爱的婚姻里。你呀，也别这么颓。我建议你啊，你先踏踏实实相你的亲，万一你碰一非诚勿扰的呢？成亲了是不是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就是想问你，你接下来你想怎么办呀？我能有什么打算啊？我妈一天逼我见仨，我说见俩都不行，哭天抹日说对不起你爸呀，这离家绝后啊。行吧，你现在也挺为难的。谢谢。
啥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在给人看毛了？挺漂亮的，没见过新来的。是小五说了，他是别的店的店长，说那边要盘店，然后过来帮点忙。你挺清楚啊。不，他是那天吧，那天我一朋友跟这儿喝多了，人小姑娘呢帮忙照顾半天，后来呢给我打了一电话，让我把朋友接走了。哎，小姑娘给人照顾得特别好，后来我一劲儿跟人说谢谢，人就对我微微一笑，这事过去了。这不就是吗？这不比我妈介绍那强多了吗？啊，你看啊，照你这么说，善良、大气，而且还挺漂亮的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她有爱心，这太关键了。嗨，人家跟你嗨了，你就跟人家嗨。我发现你啊，你怂人。这种事儿慢慢来。喂，行，马上过来啊！好嘞，哎，我有事先走，把账结了啊。全新的大同体验，轻而易举，让自由安宁的事业。依然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啊。怎么了？我给你发的微信你没听到吗？啊？微信？就是幼儿园的老师说，让每个孩子跟自己的爸妈拍一张全家福，然后贴在照片墙上。就这事儿，你就这么着急把我喊回来了？不，谁让你不把微信听全的呀？不是，拍照片你找爸妈拍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问题是爸妈不在呀。那爸妈不在，你把我喊回来，这啊？我和你冒充依恋爸妈呀？不是这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吧？能造成什么？那我找楼下保安拍去。哎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俩比较有夫妻相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不能，不就拍个照片吗？哎呦，拿设备去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依恋还没接回来呢。你没接回来，你把我急白脸叫过来干什么呀？明天再拍吧。我鞋都没换。你还怪上我了？乐视 TV 超。有事吗？我想来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虽然你平时对我凶巴巴，可其实一直都对我挺照顾的。没事了吧？以前我爸就经常在这间房间里办公，每天都要到很晚，我就坐在这里陪着他。你跟你爸联系上了？还有事吗？没什么，就看你挺亲切的。没事的话，我还有工作。谢谢你，晚安。晚安。哎，好了，连接上，连接，来，快，哎，来，看着那儿啊，看着那儿，来，好了，来看镜头啊，来，预备，笑啊，1、2、3，好，再来一张啊，再来一张，看着啊，预备，看好了啊，好的，
来靠近一点，1、2、3。好的，来。夏天的夏，丹砂的丹，夏丹。美，名字跟人一样美。乐什么呀你？我问你正经事儿呢。人呢？半天没见出来，里边忙呢。你今天不赶巧啊？他们都出去上货去。他上哪儿上货去了？哎，等会儿。我说你大老爷们儿，你不上货去，你让人一姑娘去，合适吗？哎，又不是他一个人，他跟他弟。都，你刚说他跟谁？他弟。他还有一弟啊？对啊。哦，你不知道吧，哥？新店那边不是关了吗？之后他们2个人就一起过来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忙去了啊。人可是做能源的老总，我这是真心帮你，你就不明白呀？60岁的大爷能帮我干什么呀？小姐，你家现在已经负债了，再说你爸那事儿还说不准呢，万一碰到官司怎么办？你看看你现在无依无靠的，必须得找个靠得住的男人，不然怎么帮你爸你妈呀？但我也不卖身呢。谁说就让你卖身了？哎，这年龄大就不能有真爱了吗？真是，说好了，待会儿不许走。哎，李总，哎，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梅兰妮，李总。哎，你好，请坐。我看你好像身体不怎么舒服啊。对，那个我昨晚没睡好，好像有点扭着了。没休息好。现在啊，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就是毛病多啊。那个就缺乏锻炼。我怎么缺乏锻炼了？我不是天天都做瑜伽吗？我听说你是留学回来的。在大学时候主修的是什么专业呢？服装设计、美术。哦，都是些花架子。你还会些什么呢？跳舞、弹钢琴我都会。那都是小儿科了。什么钢琴8级、3好学生？我意思是，你都已经25不小了，还什么都没做过。我女儿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是 CEO 了。真了不起。对 ，CEO 谁没见过呀？我爸原来还没总呢。不过呢，没什么阅历也好啊，白痴嘛。哦，我说的是白纸。李总，您真幽默。好像上身有点长啊。什么？听不懂啊？就是说你的腿比较短。我腿？但是你比一般人也算长了。不过你是学艺术的，对你的要求当然要比一般人要高一些，是吧？哎，你有没有打算去做一种手术？就是那种增高术，听没听过？我真没听过。就是把小腿的骨头打断，然后在锻炼处接上一段钛合金，过上半年就好了。高科技吧？说实话，
我选女朋友的时候呢，一般24岁以上我就不考虑了。不过你要是有做这个手术的意愿，我可以考虑你的诚意。比赛的事儿呢，我就帮你谈妥了啊！我已经在这儿了，一会儿见了面啊，我带你填一表。哎，亲爱的，我一会儿还来呀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大学同学、好朋友、闺蜜于彤，这是大企业家李总，李总，这是我男朋友林天乐。你男朋友？对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哎，那个，您好，那个你好啊，你好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太不像话了！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们约了去看电影啊，这个时间对，时间好像是有点来不及了。那个我们先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走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兰妮，哎，没兰妮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。哎呦，这家伙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啊！一码归一码，刚谢谢啊。哎，这改变命运啊，得靠自己啊！现在的女孩呢，都想找个老公，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了。可问题解决了吗？一个比一个大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谁想找老公解决问题了呀？你刚才不是相亲的吗？我一眼可就看出来了啊！而且应该相了不止一次吧？啊！告诉你，带着目的去结婚，这婚姻呀本身就不牢靠。对，我就是相亲，我就是带着目的去啊！我要找人给我爸妈还债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你跟我喊什么呀？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哎，为什么你现在对我的态度变成这样了呢？之前你生病的时候，我还给你送粥来着呢。对，之前您对我的好，我全记在心里，晚上都拿小本写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怕您误会啊，只好绕着您走呀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呀？自己拿去看。看什么呀？啊？哎呦，我的亲奶奶！哎呦，千万别这么叫，受不起嘞！不是，这信息真是我亲奶奶发的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。你看我这个啊，哎，看见了吗？我这什么都没有，被我奶奶已经删了，我真不知道这个。反正我跟你说清楚，别自作多情。虽然我现在不怎么样，但我将来还是会起来的啊！以你的条件。你别想啊！不是，等会儿，以我什么条件啊？你看咱俩搁一块儿啊，我认，你，这合适吗？哎，我吧就是一经典款的自行车，稳重耐用，爆发力强。你吧撑死了就是一带铃的小粉车，看着还行，但骑不了多远，这轱辘啊就该坏了。哎，我里面还约了人了。人呀，该相亲去啊！哎，你们再给我来。你说我怎么早没想着去新店逛一圈？要早去了，没准现在就没这些事儿了。啊，没跟你说话。哦，哎，他们俩是亲姐弟啊，还是堂姐弟啊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没聊过。那他俩住哪儿啊？来上海多长时间了？现在交过几个男朋友？
平时咱也不说这事儿啊，还真没聊过。不是我说小五你有点用行不行啊？你俩好歹也是同事，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太贤惠了吧你！哎，我说宝哥，我又不是什么民警，哎，你有那么多问题，你去问问那个什么直通车去，你看看人家搭不搭理你。别生气。磊，哎，你喝。宝哥，其实吧，有的时候我也想跟丹姐聊聊啊，但是吧，哎，那不回来了吗？哎，你就是下单了。我叫李爱宝，朋友们都叫我大宝，你叫我宝宝就行了。啊，我是来感谢你的，就是林天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的那个朋友那天在这喝多了，我是专门替他来感谢你的。要不是你还记得林天乐吗？哎，干嘛呢？手放开！干嘛呢你？哎，干嘛去啊？不是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。你就是夏阳吧？你谁啊你？啊，这咱们老顾哥，宝哥。啊，对，什么老顾客。刚你那手干嘛呢？什么情况？不，兄弟，你误会了。不是我没误会，咱不是兄弟啊，别跟我套近乎。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专门来感谢你姐的。就是那天，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你们这儿喝多了，然后没人管他，你姐照顾他的。后来我朋友把他接走的，我是专程替我朋友来感谢他的。不是，你别说了，你说的我特别晕。就是我姐救了一女孩，帮了那个女孩，那女孩是你朋友的朋友，是吧？对。成，心意我们领了，应该的。那个，你没事儿你就多帮帮那些有困难的人就行了。好啊，走了。啊，哎，不是，干嘛呀？你没理解我的意思。理解错了？那倒没有。那你感谢完了吗？完了。那还不走啊？站着干什么呢？不是，我，你什么呀你？我就想认识一下你姐。等会儿。哎，瞎看什么呢你？跟你说啊，没事别地儿溜达去，别在这儿晃。哎我。哎呦，回来了！哎，回来正好，来，你看看，新出炉的全家福。这么快就洗好了？哎，怎么样？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吧？像一家子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以后啊，这依恋有什么家长会啊、什么家访什么的，记着找我啊。就凭着你奶奶和我奶奶闺蜜这关系，这活儿我免费给你出演了啊。谁说一定要找你演了？嘿。不找眼是吧？行，这东西只要往那依恋他们教室里一挂，你想反悔还来不及了。那你总不能跟人说平平无故给他换一爸爸，人老师也不干呀，是不是？你要反悔了，赶紧想好了啊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反悔了，这照片就别往这幼儿园里头送啊。你别反悔就行。哎，收起来就对了。我忘了问你了，你今天这工作找怎么样了？找着了。跟哪家公司啊？叫兴华公司。兴华公司啊？我哥们儿公司啊。谭兆宇。哦，是吗？你跟谭总很熟吗？嘿，我们俩大学同学，你说熟吗？你先告诉我，你在他们公司干什么吧？文员。
文员，行了，没问题，我给你打一电话，让他关照关照你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这刚上班，我想靠自己的实力，不想走后门，不好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也行。等碰上你有事的时候，我给你打。哎，不是我这手机去哪儿了？我给你打一个，你找一下。依然，你出来一下，谭总有事找你。哎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谭总的秘书李密，明天起我们就是同事了。我想你是搞错了吧？我是清洁部的依然。应该不会搞错的，已经把你调到了秘书部，这是你的岗位变动传单，需要各部门的签字。这是谁的意思啊？这是我的意思。希望你明天能准时上班，就算你不来的话，希望你重新看一下合同。难道我已经被谭少宇识破了吗？不能慌，他不可能察觉出我的计划。哟，穿这么正式干嘛去啊？今天是结束培训，正式上岗第一天，穿的正式点吧。嗨，不就是去谭少宇公司上班吗？没事儿，他不要你告诉我啊，大不了来我那儿。是你那户外车店啊？怎么着？你看不上啊？不是，我胆小，我一看见那车轱辘就害怕，尤其是过障碍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敢睁眼睛。这种东西也就适合你们男人。不懂了吧？告诉你啊，现在来我店里的都是女客户，买大件、贵的、好的都是女的。这都是买来送老公和儿子的吧？啊？嗯。什么？嗯。还有几个，我得真的走了。啊，好嘞，走。你干嘛去啊？我送你啊。我让你送什么呀？我坐个公交再倒地铁就行了。我可不能迟到，迟到了要扣奖金200，外加遭领导白眼，还得加班影响升职呢。说的真够溜的。哎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上海的交通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你坐公交车、坐地铁，几身臭汗怎么见同事啊？你得给同事留一好印象啊！走，我送你去，我有车，保证不堵车，还准时。你什么时候有车了？一直都有啊，赶紧换，我在外面换啊，楼下等你。哦。我还以为什么车呢？原来还是你这单车呀！什么叫单车？这叫山地车，持久、专业、耐用。行了，别说广告词了，我赶紧走了。哎，别！你就告诉我，现在离你上班呢，扣奖金和遭领导白眼还剩多长时间？20分钟。20分钟是吧？嗯。上来。行吗？行吗？把妈换成爸啊！坐稳了，起飞了啊！走你！怎么样？时间控制还行吧？没耽误您大好前程吧？行，还差5分钟。待会儿中午别忘了吃饭，别净点些垃圾食品。
你们门口不有中餐馆吗？跟磊磊点俩菜。哎呦，行了，弄得跟我奶奶似的，赶紧上班去吧。行吧，那我走了，晚上见。好。哎，对，回来。怎么了？把手给我。哪个手？拿好了。这什么呀？把这带上，转运的。您今天呢第一天上班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依然了啊！行了，走了。谢谢。谭总，我下周要去参加一个建筑设计会，你把现在上海所有在建的酒店做一个资料搜集。可是这怎么搜集呀？上海太多酒店了。如果这个要我教你的话，我请你干嘛呢？明白了。等一下，把这信封里的所有票据都贴好了，明天上班交给财务处。好的。财务处有规定，除了贴好票据之外，还要做一个 Excel 表格，把所有的信息都登记在案。明白了。等一下，就快到中午了，我要吃午餐，帮我订一份牛排7分熟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以后我没有说完话之前，请你不要主动，明白了？那您现在说完话了吗？宝啊，李爱宝先生，咱记住穿这一套啊。啊。哎妈，你怎么想的？这相个亲还至于改个名吗？还李文凯？你骂我有文化吧？这名字起的有没有点某个青年才俊的意思？这名字起得好呢，就容易产生好感。人一产生了好感呢，就容易接近，一接近呢……那当初你生我的时候，怎么起了个李爱宝啊？李爱宝是你爸起的。没文化。哎，别瞎说啊！多好听的名字。宝啊，你这次相亲啊，要是能够一次性搞定呢，最好；要是不行呢，你别气馁，总结经验，以利再战嘛。好。我就觉得你这个头发这么竖着不好看，要不，你看看你自己头发，我怎么就觉着这么梳不好看呢？我的意思还是来点油吧。啊，别妈，抹油那是民国时候的事，现在这流行这样，这不挺好吗？我就奇怪了，你说我儿子长这么帅，条件这么好，他怎么就没有小姑娘喜欢呢？关键问题是你没上心。哎妈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你不能给我上纲上线啊！我还不上心，我1礼拜上5天班，相6次亲，也就是我，换别人谁受得了？哼，我可管不了别人的事儿。你说你相一次亲，我在后面得费多大劲呢？你每见一个姑娘，妈妈得在后面千挑万选。我看呢，你坏事就坏在这张嘴上。你说晶晶那个事儿吧，你俩完全可以再沟通沟通，再解释解释，是完全能够。那叫什么事儿啊？合着他们家嫁姑娘就为了20万，我有这20万就爱死爱活，没那20万就六亲不认，什么人呢？你看我这一说吧，你就来劲了。你揣着一肚子的气，你怎么相亲呢？你没听电视上怎么说吗？过了30岁不结婚，那是犯法，要抓起来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混到30岁不结婚，到时候你爸又给我托梦，他再问你。哎，都妈，我今天晚上就给我爸托个梦，让他以后别再烦你了，行吗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完美完成任务，让人家一眼就看上你儿子我。这还差不多。来，准备穿衣服吧。
你就是蔡璐小姐吧？哎呀，你刚才一过来呀，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花露水味儿。我是你今天见的第几个呀？之前那几个为什么都不行啊？你们现在这些女孩子呀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又想要帅的，又想要家境好的，还要疼你、爱你又宠你。这天下哪儿那么多让你选的高富帅？咱们做女人，对不起啊。